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6月初六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，创世纪15章第1节到20节，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约。上帝赐允互人甲人立约，并毋是人有偌尔好的成就。或者是讲上帝非安尼做不可啦吼，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以及恩典的赏赐，嘛因为安尼上帝甲人立约，就将应允来赏赐互人。上帝甲亚伯兰的立约非常传统吼，非常传统，这是一个古代的立约的一个方式。台湾人捌用这个换帖啦，吼，来彼此立约啦，吼，伊诚做无有血缘的兄弟的关系。另外一种的讲法叫做结拜的兄弟啦，吼。创世纪15章第1节到20节，这个代志以后，上主伫异象中间对亚伯兰讲：亚伯兰毋免惊，我是你的保护者。我会互你丰富的保赏。亚伯兰讲：至高的上主，你要互我什么？我一直无囝，要继承我的财产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下。亚伯兰佮讲：你无互我好的，出世伫我的家内的仆人会承受继承我的财产。上主对伊讲：你的继承人毋是这个人，你亲生的才是你的后裔。上主就带伊出去伫外面，你看天，算遐个星，你减算会了。你的后代嘛会亲像安尼。亚伯兰信上帝，上主就甲伊算做义。上主佮甲伊讲：我是上主，我带你离开巴比伦的5年城。是要将这个地赏赐互你做产业。亚伯兰讲：至高的上主啊，我要怎样才得到这个地做产业呢？亚伯兰讲：至高的上主，我要怎样知？上主就甲伊讲：你去掠一只3岁的牛母，一只3岁的山羊母，一只3岁的绵羊犅，一只房角，一只粉鸟仔囝来，伊就去掠遐的动物来，逐只对中央来破做2边，2边排3队，只有鸟仔无破开，有鹰秃头鸟，鹰鸟飞落来，停伫精生尸体的顶面。亚伯兰甲因赶走，日未落的时，亚伯兰困冬眠，忽然间有人，互人惊吓的大黑暗搭伊。上主对亚伯兰讲：你一定着知，你的后代会寄卡伫别人的地，伫遐做人的奴隶，受苦400年。欺压因的国家，我会甲伊审判。后来因会带真济的财物对遐出来。你会食长岁寿，互人安葬，平平安安转去恁祖先遐。到第4代，因会倒转来食，因为阿摩利族的罪还未完满。日落天暗，忽然有出现的炉甲地倒的火把，对遐个破平的肉中间来经过。迄日上主甲亚伯兰立约，讲我要将埃及的边界到幼发拉底河的这个地赐互你的后代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西人、加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利法因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吉加撒人、阿波斯人会因的地赏赐互你的后代。当亚伯兰问上帝讲：我要安怎知我一定会得到这片的土地？或者是讲，上帝甲
阿伯兰入约是一种火的约，两边即个精神的火会留到伫中的沟内底，然后代表上帝的即个火把带着因的火炉行伫即个火的中间，代表上帝用性命来誓约，甲阿伯兰来立约。耶稣基督捌讲过，伊来是要来拯救世上的人。伊甲世间人立约，就要将得恩的救恩来赏赐互世间人。伫福音书的中间，咱经常看到耶稣基督赶鬼啦，赏赐医治的恩典啦，将这是伊大疼痛的约吼。真可惜的是，当耶稣基督咧医治两个看袂到的盲人的时阵，遐个骄傲的犹太教徒、法利赛派的人，却无接受主的约，甚至甲污名化主耶稣基督的作为，讲伊是鬼王啦吼。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，耶稣离开遐的时，有两个盲人来缀伊，因大声喊：“大必的囝，怜悯阮！”耶稣入去厝内，盲人就惊活去。耶稣问因：“恁信我会当甲恁做即项代志是无？”因应讲：“主啊，你会。”然后耶稣蒙因的目睭讲：“照恁的信心，互恁来实现。”因的目睭就开会看见。耶稣严严吩咐因讲：“千万毋通互人知即个代志。”毋久，因一个出去，煞将耶稣的代志传遍迄地区的逐所在。因出去时，有人带一个互鬼附身、袂讲话的人来耶稣遐。鬼一个互耶稣赶出去，迄个袂讲话的人就讲话，群众拢着惊，讲伫以色列中间毋捌看过即款的代志。不过法利赛派的人讲，伊是靠着鬼王伫赶鬼。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，义人啊，着因为上主来欢喜；正直的人着应该称赞伊。恁着弹琴来感谢上主，用10条弦仔的琴来称赞伊，弹互伊真水，着对伊唱新的歌，大声欢呼。因为上主的话正确，伊的作为拢可靠。上主以爱公平正直，伊一直爱普及全地，强创对上主的话来创造。日月星辰对伊的喙分伊开来做成，伊甲海水集做滴，甲深烟收伫仓库。全地拢着敬畏上主，世间人拢着敬畏伊。伊一个讲，宇宙就出现；伊一个命令，万物就形成。上主互列邦会过无落空，互万民会过无失头。上主的计划永远袂变，伊的心意线到万世代。认上主做上帝，迄个国真有福气；受竞选做伊产业，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恳求拜上帝，互阮明白主会听，甲上帝立约。会当领受着主的恩典，互阮成做约的儿女，并且甲主同行，来分享听甲祝福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